1月23号，武汉开始实行交通管控，公交、地铁暂停运营，医护人员的住址分布在武汉3镇，上下班通勤就成了问题。你看这么严重，你要出去可以，那生病了怎么办？害怕那是假的，特殊时期还要什么休息啊？其实我们做探险，心肠是比较硬的，但是这次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黎明前的黑暗。坚持啊，坚持，还不是担心。他说：“你是我们的全部，你要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”那一年都去过汶川了，前方1公里胖是不是？真的牺牲了，那也是为自己的家乡。